木栅多元艺术空间开幕以来，借着多元艺术的创作，让和民众大开眼界。这回11月5号开始的展览，以先知乍现为主题，邀请6位艺术家用无同媒材创作，提供观众欣赏作品时丰富的想象空间。其中日本籍的水谷甲谢爱华这对夫妻，就将伊生命的经历做成立体雕塑。水谷是利用茶角贴做伙，刻出一座一座日本山形。太太谢爱华则是运用土火干漆这款流传千年的技法，和作品呈现出生命力。就是以前在做活脱干漆来说，它是一个内宇宙的一个意象，就是说好像人的潜意识的那种感觉。然后，所以里面的那个空的部分是，就整件作品里面很重要的地方。然后它里面的那个空的部分，我们要特别把它做得更漂亮。虽然一般人都看不到，但是就是这个部分是一个就是潜意识的部分。所以我觉得在我的作品里面，最重要是它的外面跟里面都是很好看的地方。会中有建筑背景的艺术家徐唐伟在现场实地创作，用大量的手画画出包含延伸的图案。除了实体创作，该展览嘛同步整合新世代的数位艺术。艺术家毛毛的动画，就透过无厘头的角色甲浪漫的剧情来描写价值观的扭曲。当然，每一个艺术家的创作拢传达因的内心世界，被传让观众早点好奇来探索。他们已经创造了自己的艺术世界，不管是透过绘画、雕塑、影像、录像、动画等等。那希望观众自己来看展览的时候，可以真的能够沉浸在这个世界里面，然后去阅读它的材料，同时也阅读一下，感觉一下艺术家的身体是怎么在创作的，同时还要有保持一个游戏的心态，因为我们希望这次的展览是很活泼、很有趣，然后让大家很自然而然就进入这个艺术的状态这样子。该展览将于展到明年1月2号，期间冒起办演彩以及超时空魔术师的工作坊，欢迎有兴趣民众到木栅网站查询。台南新闻管制林银庚采访报道。